啊，真正呢，食素食吼对咱人无好个呢，对真呢，好人不能熬，这个消息，你看我头讲的，你个吼请你，开玩笑，我头了，哎，我吼，你个人做袂啦，咱做袂啦呢，我本来是60大寿啦呢，哎，我大佬吼，伊讲60大寿，伊个爱做个对啦，咱讲，因为大佬大做用时间来做袂啦，你如果大做一定到啊，我大做就做啦。哎，我去啊吼，我讲大十岁，你惊是咧？我大可能大十岁啦，我几岁啊？哎，因为吼，因为讲爱是咱不用的，头毛也无白啦吼，哎，条也无介济啦，哎，好呢，因为最近讲去个菜会课吼，叫看今仔较好呢，哎，先啦，食菜啦吼，我感觉较不一样，操劳啦，就是个呢。哎，食菜啦吼，身体较健康啦。我安尼一路行来吼，嘛行30担安尼，菜行30担。你话身体好较歹，健康较好。哎，所以咱还袂清楚啦。免管你讲，哎哟，我无，我食菜吼，身体歹啦，食菜无够营养啦，食菜无几力啦，迄无影啦。连热经食菜吼，叫做长寿啦。哎。那会长寿啦，所以咱食菜啦，好甲保养身体啊，我来讲哦，咱拢要学到120岁哦，可以两倍这个，就是讲，所以啊，所以叫父祖好，家己使，我家己爱好啦，我都会使啦，第一种顺其自然，就是兄弟姊妹哦，爱大家啥，互相包容啦，互相体谅啦，就是顺其自然啦吼。有理好讲是要互应啊，就是当知影啦，大个带一个，第二带一个，因个某去有理嘛吼，有理爱合作啦，万一有理啦，第二去使用啦，大个去使用啥物啦，哇，有理个有啥，各位一个是安尼，足济啦为着啥财产分配，到尾啊跳方面啦，就是个呢，佫有一种情形就是啥呢？较早有一个爸爸啦，3个后生啦，结果3个后生某出来就搬厝啦，佫一个即嘛差不多安尼啊。所以我来讲，咱较食得分两个，因为后盖后生做囝我来搬厝，袂搬厝就搬厝，是我即两搬厝啦。你加啦，就啥？你拍家己拍拼啊，无爱等来，无爱等来啥？厝里拢出两个老母啊，无爱等来。出两个某，逐工去看某，看伊，就是安尼，做些看就是安尼。有人看佫袂歹啦，袂晓就另外看，迄个无理哦，看无看。所以咱爱心理准备。到老的时阵吼，迄做囝大家拢是无准备。有一个乌衣衫吼，咱共款饲3个囝，拢把请好啦，趁迄个钱，一个人讲送一栋厝的，迄看对无好个，结果老爸也死啦，做无歹啊，家己煮饭，家己啥，无留下，结果伊就家己参兄弟，有个家己。就讲斗阵啊，以前啊，都无一个媳妇在来斗，斗顾，是讲煮互你食，要谈，囡仔考试啊，拢爱转来，安尼就对啦，一摆转来无一摆，所以我做无错啊，你两解一波来，我甲你一波来，你如此这搬这搬安尼对，安尼知影好好。嘛去大遐，去迄个大鱼啊，即阵啊，就交工提前迄个登记就对啦，咱较早登记啦尼拄等啦，孙个阿哥，你是啥？讲这个登记啦，安尼啦，阿哥毋是即个尔安尼，我是最大汉个对啦，安尼啦，迄个囡仔就甲妈妈讲诶，妈妈阿哥遐侪钱我拢毋知呢。来了钱看下有啊，爸爸底食烧啦，食啥看到有好势对，为着啥？为着伊阿，即摆去到第2嘛是共款啦，知影头爸为一红
啊，阮嘛是有做着一工啊，啊，做着一工倒伫遐吼，大家后生祖囝孙仔拢转来呢，咧搭无呢，啊，大家拢歹势讲尔，讲爸你打，爸你打，我无讲出来啦，咱爸咧倒位亲情哦，讲啥物人啊？关门窗口是暗，其他物件吼已经摕出来，啊，对啦，啊，大足欢喜啊！准备冒出来吼，大家要吞啊吼，这排要亲嘛，知啊，无想准备要吞啊，结果拍开吼，内底拢招出啦，拢招出啦，啊，内底写一首诗啊，迄个讲有了食指啊，才有老子啊，没有食指啊，其实老子啊，意思讲有这个头吼，你看我动这老人的地方。我来讲，我有钱吼，你拢无我讲这我是你老爸啦，你讲来啥？咱人真清楚出来是的，所以各位真正吼，要好那百善孝为先呐，咱你来用下对家有贤妻我喜单呐，所以咱就有一个贤妻，贤妻呢，伊就是咱想要有一个在咱心得吧，因得要得。非常难得。为什么？伊有听得力啊，伊捌得力啊，你知影他处理代志啊？从做歹的经验啊，比方做好呀，做歹气温哦，比方做会气温啊，所以叫做花气嘛。这摆就是讲，这是家庭的四字药呢，咱爸底有哪四字药呢？讲有我底嘛有呢，叫做烂利鼻息加和尚。筋骨配肤顺气汤，主鼻阴来消毒饮，心无烦乐那化气汤。对啊，所以话，你和尚讲吼，伊就较讲话出口成章呢。讲咱利鼻息加和尚啊，各位姐妹，啥物叫咱利鼻息？咱利鼻息吼，就讲咱的目睭啦，咱的耳啊，咱的鼻啊，咱的喙啊。咱得爱合合啦。你讲爱来讲啊，目睭耳仔嘴前拢做合合的尔，无合合啦。有一摆啦郑校长跟我告诉啦，讲以前朋友去到啦，认识啦。爱就来，郑校长讲校长啊，阮头家吼真正甲我讲人力无能力啊，袂晓啥爱用人才啊。讲口才无口才啊，袂晓讲话啦。无你若无口才，无啥用做啥做头家啊？你有意思啊？对咧。对我老说讲的吼，郑校长讲，你我知影，是咱做十几当的习惯。对啦我先啦，郑校长讲一个故事，我今天讲一个故事啦伊讲过前日，我问人咱这五官倒一关上重要？目睭、鼻啊、喙、耳啊，搁这后来，啥物上重要？其实拢重要啦搁啥物上无重要？后来上无重要啦。搁一个咱感觉后来跳了，后来跳了算主持啊。上无重要的，尾是食去面的，搁有一个是安尼，所以有一工目睭也控伊啦，耳也控伊啦，喙也控伊，耳也控伊啦。所以讲，你也看啦，我这个嘴上，我这个嘴也要食面啊，这主人死了，我来讲，有影啊？我应该是食去面的啦，啊，比如讲搞啥？我无创气这主人无咱活袂落去啦，应该我是咱去面啦，目睭咧，还好啦，我快点来嘛，这些问题嘛，耳仔真大咧，到尾讲好我讲我讲来啊，我对面目睭拢严重，有话，到出奇怪，目睭水啦，你敢要相信？你目睭到后壁敢要水？到底水啊？就是真到你上好势啦，但是到拢袂好势啦，袂好势你讲，你看你爸爸是直接花钱啦，是啦，是直接爸爸花钱啦，就是到手机安尼我上好势，所以是摆袂好势每个老师讲好啦，你去对面啦，好啦，你去对面
所以各位姐妹，这办法上无容易，毋过因为上难啊。第四个啊，对我来讲，你话，你头家就无口才，无人才，无啥物才，你当你上悬的，你有气势我讲是安尼。所以，若我学领嘛，你位遐悬，我就讲这故事听，我这领是为什么？我无用啊，我这个单就是在上悬啊，安尼啦。拄落去了，我较重要，我是较重要。所以各位姐妹，咱你必须加分散目睭、耳啊、鼻啊，爱加分散要加学，各位姐妹，你目睭有倒无？你喙有倒无？你鼻啊有倒无？真诶呢？你讲较有倒，较无倒啦？咱就是用你的带动你目睭，你去看正眼睛，讲对的较看，对的莫看，到时来。咱讲我看唔熟的啦，看有诶无诶啦，看小肉啦，看有诶啦，鱼娃有诶无？迄就是你的目睭有倒。你讲我就来看神册，我来研究经典，我来看好书，你目睭有倒，迄就是用你的倒来用目睭。我来你嘴巴是啊，你嘴有倒无？咱若只个鱼饱饱咧食，安尼你嘴里有倒，是啊？迄个钓的嘛食，钓的嘛食，鱼仔嘛食，有无？若讲啥？迄个食较清脆，食较淡水，淡水食，个甜点啊，安尼你的嘴有倒。你的嘴要倒的，用你的倒来用你的嘴，咱注意，哎呦，这袂使嚼，做这五味菜袂使嚼，这有啥物物件袂使嚼，你就提醒，安尼你的嘴就有倒。有人讲我要请教啊，请教嘛无一定的，有人佫会骂人呢，有人佫恶言呢，有人佫拢性呢，有人佫吵人骂人呢，安尼你的嘴嘛无倒，了解吼？所以变咱交流赛，就是你目睭嘛有倒，鼻仔嘛有倒，嘴嘛有倒，耳仔嘛有倒。所以有的有视，有的有听，有的有听，有的有动，意思是拢共款。经过恢复顺气汤，各位姐妹，咱人有12个经络，这条叫任脉嘛，还有叫督脉，所以一条三条，这个啥？这条三条，这条三条，这条4条，这条3条，所以3是1支，加这2条14条经脉。所以咱会啥？经脉拢来通啊。要来通，咱就是爱运动啦，有筋的啦。所以咱讲通则不通，通则不通。有人手也会开，有人筋不生，有人摸一筋，有人腰酸，有人背痛，迄就是伊的筋不顺。所以恢复经络爱顺气汤，顺气汤无困难，你着啥？忙不大，透早开始运动。你要做啥物运动？不管你到倒，透早开你就去行一条街，行路啦，你行路看啦，行路看等下洗身躯啦，洗身躯来洗。我用做啥看？洗个看，我运动，我来看7点，7点。所以你长久的嘛，等下来会切。做1天来消耗点所以咱来会长就是耳珠鼻。保留，因为咱当保留干咱就干啥？袂发脾脾气就好来，这是啥小友？心无烦乐，花心烦恼所以呢，心呢是啥？无烦无乐，食到一心人嘛不倒，当是。所以要把咱富为下，上为贵，有挂啦，就是说啥？烦恼天袂光，烦恼阿好能。烦恼小乌马计无计装，烦恼小石马带无错。烦恼会解决问题，咱来烦恼无好，是安尼。所以咱心咱放无下，茫想较济，茫烦恼咯这嘛就找做讲，迄是咱逐个死利益咧，咱内底有哪个死利益？你看较早小的话，迄个是外口国家内底，内底讲较深。伊讲咱内底有4利益讲三花九应牙和尚，五气调丸顺气汤，内段精经小阴，
盖论心呐，精良欢呐，哦，这就亲的那个，好，这就亲的吼，啊，我大家讲一个好啊，啥叫讲皮条啊？咱内底吼，原精原气原形原精原性，了，这不啥啥，所以我也是爱讲吼，因为这做亲的物件吼，啊，就是这五元，买啊是啦，合音，叫做五元，标皮，哦，五皮标元。所以这就是较早的道家吼，伊的气单。较早道家咧时代，你捌老师讲，因拢在伫古道内底呢，遐抽空遐呢，遐炼丹呢，遐咱炼丹啊，炼到巴肚吼，会痒的啦。迄丹田吼炼到足力呢，炼到虚了了吼，将烧的吼，哎呀倒的吼，迄地肚的地顶哦，拄落去遮。讲半台呢，啊，就是遐其他咧，你捌知影？啊，佫一个，咱即种有电梯啦，电梯吼真济吼，咱后边就记时间啦。啊，无讲你讲咱即个袂啥，咱即种袂啥，脾气无平，解落开，甲紧拉帮助的，甲紧救助众生，安尼对啦。因为师傅来讲啊，讲即个众生哪是啥？哪像顶的狗仔啊，一碰掉，你看较紧啦，安尼对啦。啊，你讲早做啦，啊，你讲念经啦，你讲回啦，免啦。而且我们就简单嘞，甲即个度化众生，大天上吼，报天求，简单。啊，无你也看，你叫咱做地较好的钱囝啦，会晓的啦，啊，你家己做啥？家己去甲数，啊，免我拖啦，我是，师傅啊，就是讲上前最后的评估准则，就是这五项。各位姐，咱今仔日要咱回天标记，这五项做会好吼，保证吼，大家拢会认吼。证哦，不管你是建议，还是标段书，还是你爱听大主，还是做这还是天才，还是迄个，但我感觉你是当然拢会认。啊，过这五项爱顾好，第一叫德行，第二叫概论，第三叫信仰，第四叫文明，第五叫规划。这五项工啦吼，咱来看卖，第一个项目这德行，个一个德行免咱培养啦，德食本养，才食不一样。是讲咱的德行吼，就是啥？根本来看袂着对不对？过你的德，互你互人感受着。人参咧讲话，人参咧斗阵，人参咧啥？迄个活来当中，人讲对你即个，真诶咧。你也有感受安尼啊？过一个德行就是大满的。我讲一较简单诶，对啦吼，过一个，像咱来开门无？你也无几啊，啪一个，我说跟你食，伊无去。真诶咧，迄时我头过去，甲看你有去无断咧。你开一个门，开开，慢慢start就安尼，声细细都无声，过一个你有去。啊，真简单咧。咱咧生业平平着，我平平过一个无道。是伊啊，今仔啦，好势好势，爱收到清清切切，无声无水，过一个你有去。是这个啊。迄就是德行啊！你若在咧讲话大细声比袂着，不道。你讲话我轻声细细，点传输出比，前面出比，迄个啥物前过跳出比，我过是没有道。是最简单倒是就是你个生活当中流露出来。迄就是咱叫做对。因为迄个啥，都看袂着，毋过咱有感受。特别讲上介好诶，就对啦，过一个易经，咱我摆个有314项，有64卦。这64卦上介好，卦做排25卦，叫做条卦。啥物叫条卦？伊这个卦做对对啦，叫做第三条啦。这个卦叫第三条。叫做第三条，分卦的地嘛。景卦就是山嘛，过一个安尼徛伊，一条山遐大了，撞伫地下。真正，迄条山遐大了，不要撞落土骹。意思讲，你这个人才去发达，
连心在用天命才只有一种意义。意思讲啥呢？就来讲哦，得理不还。你讲哦，咱为道中牺牲奉献，讲咧30当、40当、49只8只50当啊，对经济出去开哦，你就买100几千盖啊，还讲得迄落啥，得去讲咱经营嘅，咱去遐得出来，还是咱财死官司无非是做这啊，为什么得理不还什么得理不还？点嘛得个。敢知？你若讲哦，等拢我起的呢，但我起袂使呢，我讲讲了，是这个啊。若讲我在世我是无意思呢，迄我过世的呢，毋讲，譬如讲着拢有理，叫做得理不还啊。你偌济牺牲偌济奉献，对叫你去外国开讲偌济啊，你要赶紧，无安那，咱干嘛做？就是为善不欲人知。就是讲你做好做牺牲做奉献，不管是讲你嘛袂过破风啦，袂过成功啦，袂对啊讲话不会对，所以这点就对啦，因为我听到这真几只，我遐一个，特别跟我讲啦，我较早洗完澡规拢迄啦，拢习惯对啦，迄拢我去找的呢，我对啦，安尼好啦。我想人讲啊，我别讲哦，我别讲了了，卖讲啦，我知影啦，你做思考啦，是我啥无你用起袂开我提讲啊，安尼对啦，即摆伊知影靠人讲，大概也我讲，你洗完澡伊较早洗我我去过咧，我知啦，好个咧，所以真正落点就是叫得理不还。不管你做啥物职位，牺牲奉献偌济啊，咱慢慢做有讲伊不对，是讲你有功德啦比如讲旁边你来讲你嘛，你即届少年班带动到好势，排到成功的，收到几十个，各位姐姐，前几只来学了里面对不对啊？袂使条件去默认。对了，那个是对了，对了，对哦，无变啦，欲与其功下则已，你来用，叫他去比啊，这不是我讲的啦，还是做叫带动哪位老师就从位老师，什么老师去请会，大家兄弟姊妹会知道在，会联合起到合起，大家到顶到上，还讲着拢认得来，我无关系啦。来斗相共咧做伙，还是来斗在迄真在听你话，起码听你就是讲，讲讲着拢你一个我真正拄到要死个你个拢讲着，我是做比喻的对啦，所以讲讲话到底讲话多差什么？所以讲，就讲你要公平啊，你得爱用个公三好也对啦。你来做这条就有点像这样，你后盖作为钱财是啥只要你花一声，大家会对。为什么？因为你从公拢三方面啦，个人拢三方家己呀。所以各位姐妹，咱修道要步，我是步，叫做推广难步。咱要推广难步，就讲有功德的，咱拢三个德亲，三个老婆娘，三个姐妹，三个叫传书，非常难。过一个一个主题啦，主题这是无我贵是啦，我识到啦，我叫游人去啦，煞就无好势啦，互我爱忏悔，收到就即简单啦。无当然无收到拢安那，迄无我代志迄拢啥物迄个出世个代志啊，伊个啦，无啦无伊是安尼是对吧？是毋是啊？有收到甲无收到，下面差足济就对啦。你也咧规划今日别人讲啥物做好人讲你得要注意我下班啦，有功有德啦，我个人胜任啦，所以我带你较诚好势，这个人唔对，
一个足破风的人吼啊，有诶有诶哦，拢是有得过的，拢别人诶对，即个无对。有对无对看就知影吼，哎哎。所以即种人就叫得言正语，讲千灭者自公，存其为者也。所以即种人吼，一行上圆满，礼貌质量上好，自公以存其位的上意思大在，所以单结理电话单结理我知啦，对不对？以前就是啥？社会流大的时阵，只是伊爱做点文书啦。有一个人叫咱结理好三工的。好三工，我就唔捌字，你叫我做点文书，我较歹个项目，我嘛袂晓着。当时是会晓办啦，我一过只只是伊无做袂使，我做好三工。咱即个人我会当来摕过点文书无啦，我摕过来我就歹收啦，无摕过来我就去几啊，无摕过我就去倒啊，就袂点啥。伊拢毋做这几项都袂好做。你叫做啥？自公以存其位者也。你讲单结理，我是要办的，我听咱这结理讲的，伊较早伊的边仔真认真讲单结理的体够好个，我就回来啊。你真正你办袂到定嘛，我多啊，让回来。即摆回来是4个无问题啊。今仔日10个，标明写写的，伊就叫咱这个结理讲来。我听看卖，讲了2、3摆这里拢起来，这里是安办的呢。即摆开始请大，开始标的时阵的会讲，表示讲厉害咧。今仔20个咧，共款厉害，咱下拢袂叫伊难哦。了我咱带这里去咱若包括带这里，你会知起来讲的，唔是写，你了，你叫这个对。厉害，伊就是真正厉害。咱知一个迄阵就是模拟点传输做咱为啥？本来咱当时大家当年呢，要佫出来呢，咱知影咱要出来迄阵就是迄阵迄就是啥？模拟点传输，领着咱中心，毋安怎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讲做大个人会啥，咱就是规模咱拢出机会。迄个单结理就是模拟点传输多个啦。对啦，伊好拍啦，伊就单位迄个结理，咱是点传输啦。迄阵好人结理讲毋安尼嘛袂使，伊啦模拟就讲可能是我迄个啥比无够，所以无法度咱换安尼真无想我无要佫摕过一个结理要用啥？模拟就讲单结理，咱单结理就对了。单结理免做点传输好3工。即个佫要做电电来是嘛？就在当然，这个订单，这点传输管理搞袂做电电，所以伊拢当然拢袂做。就是自公存其位者也。到尾伊嘛无爱接呢。包括我社会流大时阵嘛，只是咱单结理做结理呢，伊嘛毋敢接呢。尾无人单结理。咱好了解一下，较直接讲，你就啥？咱好了解你，问咱大家讲，你结果才是啥？我因素的无灵啊，你讲过节摕过节做代志，正常的接，这是拢毋敢摕啦，而且你这个啥？你大家这就是安尼来啦，有一个顶好对啦，所以你看，迄就是咱单结理伊的顶圆满。所以咱啥一个存，到这个以后就对了。咱若要来定我是跟你讲我都心虚了所以这个定型所以说准咱讲，咱的心咱积定，这个肉体咱积定这个嘴嘛咱积定这个眼神嘛咱积定过一个鼻前嘛咱积定因为这个定无所不在这个定就是咱一世人爱修的功课。现在呢，身躯要做个定，你若对人有礼貌客气听讲可爱，过一个讲
就对，第二条规物件哦，啊就好。我问下吼，咱上尾写了要写咱两手，啊两头鱼啊，啊两个鱼啊，啊偏偏一喙咧，告诉你。我看到。这几喙就天啊，大头仔个几喙，你看是话几喙的，你安怎？哦，就叫诶，因为这个人只要一个恐怖的啦，一个啥物恐怖的嘛，哦哟。天上地下无所不知啊，无所不知啊。而且这大佬，大佬在底下在安尼啊，在伊高遐底一个底下，底下我看我底下大佬跳起。哦，嘿好。底下，在底下。哎呦。这在底下，哦，在底下，再回起来。哦哎呦，头前掉。哎，掉去到迄大佬脑充血啊。啊哎。啊，这在底下。哦。啊，而且今个世界第三面。人食的世界，不一样，不一样，太不一样。小朋友出来，因为啊，大都是以胎字对不对？就是你食到，就你阿妈我会使生一个尔，我查某你就是爱饱。我听，我听伊大佬嘛吼，听伊阿妈讲叫怎样？你若有饱吼，护士甲医生来到恁兜来饱，会开倒个饱，你小可就出来。反正就咧叫叫来饱，因为当我生一个。听讲最近台湾会当生2个啦，吼，当生2个啦。啊，你看啦吼，伊若生一个尔，伊若要查某着，哇，这个查某的，别人跑掉，爱跑掉伊那是倒去啊，是啊。哦。是啊，吼，哦有可怕可怕，那么跑机了。这拢700个月啊，跑掉。我你看遐是啥？因为哦，上面叫做啥？餐厅去。餐厅就太大，什么都可以安尼。哦，有够。对嘛？接着手，是个啊，你是这个哦，哦，手进的，你就要讲伊啊，车去啊，啥啥人。哦，有够。哦，啊，你话什么样是那个？哪一个玩的太好是？啊，有够。听讲像这个重的，哦，有够可怕，有够可怕。而且你看这个人民币3000块。哦。爱人食人，迄是贵甲少的问题，迄是你若讲伊疼，是讲伊顺，还是啥物人？较贵哦。哎呦。我讲听咧，哦，这个比较清楚。哎呦。头。哎呦头。这个比较清楚你看，有的是拄到落地啊，你看。哎呦，可怕可怕。就是安尼卤安尼食咧，好甜的，你敢食？哎呦，好可怕。咱这头鸭，这鸭皮啊，咱就惊死啊！个鸭是安尼。所以有甜点，这就是胎盘素，胎盘素，另外这就是吼，伊个囡仔咧处理囡仔病啊啥咧处理，所以有甜点，你食我看囡仔，你就咧希望白尿啊，会退休啦，食到偌济点灯啊，就是点到偌济啦，你就是去迄个超商买迄上，迄人个鸭吧，是就吼以前人做出来了，以前人讲。这吼嘛是共款咯，以前就讲出来，这对手，这真是事实的代志哦。过来工前哦，咱有看到，伊个报纸，3个人吼去钓鱼啊，钓着钓着捕鱼啦，就一项啊就钓，项准备要食吼，食鱼出来倒回来，那鱼啊面就是安尼，我出来一下不爱面，迄小迄落啥，是讲较出来，出来迄个面，迄个面就我叫好倒回咯，伊就开始食嘛，开始食，哎呀，那好味哦，鱼嘛好食哦，哟可怕，再惊一条哦，电动头，稍微倒去，倒去啥好味，是实的，有六种无，我细汉的时阵哦，听听故事，咱慢慢听过，咱细汉时候听其他的，我记得在哪里，啊，是搞啊，好错过了，我那个，不了，我来听着这个啦，讲啥样听伊讲啥样伊讲伊一工啦吼，去海西卡收，透早起
布，四卡布，四卡布。哦，伊就做我哦，我偷死人，死人，我连只大只啊，安尼啦，而且死人都移民诶，我偷死人，而且老我骗骗，